喂喂喂，你哋有冇試過食完碗白飯之後，覺得自己即刻老咗10歲，定係食咗粒朱古力，覺得自己後生翻10歲？講笑啫，但認真講，你覺得一日3餐邊樣食物最能夠令你健康長壽？係咪成日食魚生，定係成日食菜，定係成日食肉？諗清楚先答我啦！睇完呢條片你就會知答案。好啦，我係發財哥，專門同大家講啲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收息，保本退休生活嘅小貼士。今集特別篇，唔講錢講食，因為錢可以儲，但係健康唔可以等。希望你日日開開心心，食得落，玩得起，瞓得着。今集影片分開幾個大環節，首先簡單背景，講下2024年最新飲食長壽研究，仲有啲鮮為人知嘅內幕。之後分析影響，用香港人真實數據同生活例子解釋點解咁重要。中間重頭戲係發財哥5大獨家精卑觀點，每個觀點我都會教你點樣實行，連超市購物清單都有。跟住係日本60年追蹤10人嘅調查，逐點拆解。記得睇到最尾會有更爆嘅資訊。如果你想知道最新健康秘聞，想快過朋友知點樣食得健康又唔使捱，記得即刻訂閱啊！好，開始正題啦。古人話藥補不如食補，呢個話真係唔係亂講噶。古人有句經典：五穀為養，五果為助，五畜為益，五菜為充。單啲講就係話穀物係你身體嘅飯票，生果係助手，肉類係補品，菜就係鎮肚嘅。聽落好似好基本，但係現代科學都證明咗，飲食真係直接影響壽命。2024年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有篇超重磅研究，呢個研究唔係普通嘅，佢收集咗7個國家嘅典型飲食模式，包括中國、美國、日本、歐洲國家，總共分析咗超過10萬人嘅飲食數據，然後用數學模型計出每種飲食習慣對壽命嘅影響。特別提到中國人嘅飲食模式，研究發現我哋中國人雖然喺蔬菜同生果嘅攝取量上表現出色，平均每日食超過400克菜，遠超世界平均，但係全穀物、堅果同豆類嘅攝取量就明顯唔夠。點樣唔夠？根據中國營養學會嘅數據，香港人平均每日全穀物攝取量得20克，推薦係48至70克。堅果更加慘，日日食嘅人少過10%，豆類就更加少，平均一日得15克，推薦係25至50克。呢啲唔夠，會限制咗我哋嘅長壽潛力。研究用咗一個好科學嘅方法，模擬由40歲開始調整飲食，食夠呢3樣嘢：全穀物、刨類、堅果，同時減少紅肉同加工肉類嘅攝取。結果係乜？女性可以延長壽命6年，男性都差唔多5.5至6年。點解咁勁？因為全穀物好似你身體嘅清潔工，入面有纖維同不足維他命，幫你清走血管入邊嘅壞膽固醇，減低心血管病風險。豆類同堅果就係你嘅營養補給站，補充植物蛋白、好脂肪、維他命 E、鎂質，全部都係抗氧化同保護心臟嘅好嘢。研究仲好貼心咁分開計，單多食全穀物，女性就可以延壽1.5年，多食豆類延1.1年，減紅肉延0.8年。如果3樣一齊做，加埋就6年。想象下，6年係幾多個農曆新年，幾多個生日，幾多個同屋企人食飯嘅機會，值唔值得試啊？但係內情係點？好多香港人以為食菜就夠健康，其實唔係。根據 Air 同永明金融2024年嘅調查，訪問咗超過200個香港人，發現72%人擔心自己退休後醫療費爆煲，但同時又有65%人承自己飲食唔健康。點解？因為忙，翻工食飯盒，點有時間煮糙米？點有時間斟豆？點有時間去街市買堅果？但其實發財哥話你知，唔使咁複雜。好，講下影響呢個飲食調整，唔單止延壽，仲可以省錢。想象你60歲退休，想周圍去旅行，去日本浸溫泉，去台灣食小食，去歐洲飲紅酒。但係如果你成日病病藥藥，成日要睇醫生，成日要食藥，點玩得開心？研究話飲食差，慢性病風險高，心血管病、糖尿中風，甚至認知障礙症都會上身。相反得好，血管暢順，血壓穩定，精神好，退休生活先至係真正嘅享受。舉個真實例子，我老友梅姐65歲退休前做文員，成日食公司飯盒，白飯配叉燒飯，晚餐又係外賣燒味。退休之後聽發財哥講，開始轉飲食，早餐換咗即食燕麥粥，加一把南虎同杏仁；午餐飯盒白飯換糙米，配菜加咗蒸豆腐同菠菜；晚餐減咗紅肉，轉食三文魚或者青魚罐頭。
零食就係無鹽腰果，2年後驗身，壞膽固醇由6.5跌到4.8，血壓由90%140跌到80%125。依家梅姐每日去公園跳廣場舞，精神過龍仔，仲話自己年輕翻10歲。另一個例子，強哥70歲，之前係的士司機，成日食宵夜，肥牛火鍋、燒豬頸肉，膽固醇超標9.2，醫生話要食藥。強哥聽咗發財哥嘅建議，紅肉減到1星期1次，轉食豆腐、鷹嘴豆沙律，每日1把雜豆堅果，魚就食凍沙丁魚罐頭，1罐貨12，蘋果外賣，半年後膽固醇跌到5.8，醫生話唔使食藥。依家強哥每日游早水，話自己精力充沛，退休生活先至開始。好，轉入重頭戲，發財哥5大獨家精 fit 觀點，呢5個觀點唔係書本抄落嚟，係我同屋企人同朋友實行咗幾年嘅心得，每個都附實戰教學。第一大觀點，退休飲食要懶人版，唔使複雜。好多人都話冇時間煮，但發財哥話你知，超市有救兵，購物清單7:11有即食燕麥粥1包火8，微波爐叮2分鐘，急凍毛豆1包火15，叮3分鐘，冇鹽腰果1罐頭300，夠食1星期。早餐燕麥粥加毛豆，午餐加腰果5分鐘搞掂，懶人都做到，健康自然嚟。第二大觀點，魚要平靚正，唔使成日食貴價三文魚，急凍沙丁魚罐頭、青魚罐頭、沙甸魚罐頭。華十字茶15一罐 ，Omega 3含量比新鮮三文魚仲高，每罐約100克，1星期食2罐，已經達標。發財哥實測沙甸魚罐頭撈飯，加啲生菜同番茄，5分鐘出餐。蘋果茶餐廳健康過炸雞，記得揀水浸或者橄欖油浸，少調味。第三大觀點，鴿要偷懶食，唔使煮菜，鴿係降血壓嘅秘密武器。香蕉1支膕1，奇異果1個婆2，橙1個膕1.5。生啲食啲，鈉吸收率最高。早餐水果1碟，半條香蕉加1個奇異果加半個橙，鈉攝取量已經超過500毫克，好過食維他命丸。發財哥每日早餐必食，血壓穩到75/120，醫生都讚。第四大觀點，蛋要每日1粒，唔使怕膽固醇。以前個話蛋黃高膽固醇，其實錯晒。美國心臟協會2023年指引話，健康成人每日1粒蛋，絕對安全。蛋係超級食物，蛋白質、葉黃素、維他命 D 一次過煮法，水煮蛋3分鐘，半熟流心，早餐加1粒，精神成日。發財哥試過連續食30日蛋，膽固醇冇上升，反而好膽固醇升咗。第五大觀點，堅果要少口食，控制熱量，1日1小材，約20粒，熱量約150卡路里，營養爆棚。閹果、杏仁桃、夏威夷果輪流食，唔悶，放辦公室抽屜或者手袋，餓咗就啜一啜，飽肚又補美甲。發財哥實行咗3年，體重冇升，血壓穩定，仲慳咗買零食錢。好講啊！日本60年研究，呢個係壓軸。大阪癌症與心血管疾病預防中心同筑波大學由1963年開始追蹤咗10人，包括農村同城市人口，男女老幼都有，足足60年。2023年出報告，發現健康長壽嘅人冇意識養成咗幾個小習慣：一、食魚，每星期食1次魚已經有效，3次仲勁。油性魚降三酸甘油酯 Omega 3防失智。研究話食海鮮最多嘅人失智風險比最少嘅低61%。大平哲也教授話，一日80克魚肉就夠，約二數罐頭都得，減少調味。發財哥實行，星期1沙丁魚罐頭撈飯，星期4青魚蒸蛋，星期日三文魚刺身，1星期3餐輕鬆達標。第二，鉀鈉平衡，減鈉大家都知，但係食鉀更加重要。鉀有降血壓作用，仲可以幫手排走鈉。美國心臟病學會期刊研究話，食多啲鉀，中風風險會低，食多啲鈉就會高。鉀喺綠葉菜、水果度，生食最好。發財哥早餐食1支香蕉，午餐食菠菜沙律，晚餐食1個奇異果，鈉攝取超過及1000毫克，血壓穩定到不得了。第三，零食都可以健康，肚餓唔使忍，忍住會暴食。大平教授推介即食雞肉腸，低熱量高蛋白，可以飽好耐，或者食無鹽堅果補充鎂同鉀，飲酒嗰陣配堅果可以補翻流失嘅營養。發財哥罩茶，無鹽腰果10粒加無糖豆漿1包，熱量800卡，飽到晚餐。第四，蛋係無罪噶，壞膽固醇嘅元兇係肉嘅脂肪，唔係蛋。每日食1隻蛋，補充營養無負擔。發財哥早餐，水煮蛋1粒加燕麥粥加香蕉，完美組合。第五，植物蛋白長壽區，沖繩人食豆腐，希臘人食鷹嘴豆，加州人食藜麥，慢性病風險低。但係5歲以下細路要食肉同蛋，幫助發育。大人就可以轉食植物蛋白，慢慢嚟。肉換豆腐，飯換糙米，零食換堅果。發財哥晚餐，糙米飯加蒸豆腐加菠菜加腰果，營養均衡又唔會肥。總結下，長壽飲食好簡單，多全穀，多豆類，多堅果，減紅肉。每星期食魚，每日1隻蛋，多食鉀，零食健康。
退休之後唔使成日睇醫生，儲翻啲錢去旅行，去食好嘢，去同屋企人慶祝。最後最發財嗰個人就五大獨家論點：一、長壽唔使貴，超市卡50英買齊1星期材料，燕麥荷8，毛豆荷15，腰果荷38，蘋果外賣。2、健康飲食係最好嘅保本投資，慳翻醫療費，退休之後先至有本錢享受。3、退休生活要食得開心，先玩得盡興，唔使捱，食得健康又美味。4、習慣由細開始，一日一改變，一年大不同。今日開始食粒堅果，明年驗身有驚喜。5、分享健康秘訣，先係真正發財，教屋企人，教朋友，大家一齊健康，一齊開心。好啦，記得訂閱、like、share， 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下次想睇得更早，記得訂閱，唔好俾老友快過你知。